標標冷知識 Watch Hit， 你知唔知浪琴呢個名其實係來自一片瑞士嘅草地？1832年，阿加西喺瑞士聖伊米耶創立咗一間小鐘錶工坊，一開始係嘅 Tablissage 嘅形式運作，意思係獨立工坊製，亦有人譯做分工製錶，即係各自喺家中生產零件，最後再由公司組裝起嚟。分工組裝係當時好多瑞士工坊盛行嘅製錶方式，但係為咗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，創建自家錶廠成為必要之舉。1852年，佢嘅侄仔富蘭西林加入公司，並喺1862年接管公司。1866年，佢買咗附近蘇士河一片叫 Leyland 嘅草地建廠。Leyland 喺法文嘅意思係狹長嘅草地，從此品牌就以呢片土地為名。1867年，浪琴工廠正式啟用，開啟機械化製錶嘅新時代。而1880年註冊嘅菲翼沙漏商錶，更成為世界上最古老、仍然使用嘅鐘錶標誌之一。想知道浪琴點樣展翅高飛？記得鎖定下集嘅標標冷知識啦！